少来一匹马呀？来是来，骡子是来了，骡子来了，先骡子出去。看看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他们小狗来了，老板。没事了。收到。他脚快接不住了，天天啊！他脚尖不知道了，他这个。把门关得了。收到，收到，行。想办法嘛，想办法嘛，该给你就给嘛，给了老板有拿去买嘛。没我给了，出去。可能。哦，把这个记得。那叫求老的。他给的，这个有点紧张。又给外头个门呢，把那个门。我你们吃了，你们。好，来，好，抱歉，哎，我这样能再说。抱歉，好，来，走。收集他的手机屏幕。还是走。手机了。你们把它讲好了。那你再咱们多一点。来，我管多轻点。人家在走。抬起了，人抬起了，哎对。他们哦，来，走，没事。啊，颈椎没事。